观众朋友老早，欢迎收看2月12公视台1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怡珍。咱先来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，自几年前开始，北部欠粮的情形是真严重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去嘉义县讨论农业政策，宣布加粮的大白价为今仔日开始，一斤是起2块，起到36.5块。那现在的批发市场每台斤的34块半。 已经让农民的收入不符合成本，所以我们明天开始，那让整个批发市场来每台斤上涨2块钱，那跟着产地就会跟着上涨，调涨2块钱。那现出示的补贴奖励措施，一斤是补助3块，要延长到2月28。等于讲，农民为今仔日开始，一斤会使加赚5块。接落来，农委会也会评估看敢要补助饲料，来减轻农民的成本压力。预估3月初1会提出完整的方案。昨半暝伫12点43分发生规模5.6个地震，震央伫花莲县政府东边70.3公里的东部海域，深度是22.8公里。依然花莲上大震度有3级，全台湾的民众应该拢有感受到。那刷落来伫半暝2点19分，也阁有一个规模4.3的地震。气象局表示，未来可能会有地震尾，观众朋友得爱特别注意。再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，国内昨增加18例本土病例，其中高雄有13例上济。另外，即阵当咧开学，因为有的囡仔也无法度注意风险，指挥中心也公布一寡囡仔若为着 Omicron 较接出现的镜头，请家长就要注意。国内11个再增加18例本土的个案，其中高雄进前较真的表兄弟家族的互相烧话，衍生出沙石场、工作场所传播链增加12例。除了沙石场头家一家4个人拢确诊，头家2个无带斗阵的亲戚，甲沙石场的员工，甲伊厝内底人拢画着。另外，棒球家庭互相烧话加10指饮料店佫增加1例。南部5姊妹看管生见面，新增加2个人确诊。砂石场跟家庭的一个群聚这个案例。 算是总共是20例嘛，今天增加8个，增加12个，那本来是8个，那这个是正在持续在进行中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跨县市的这有到一处旅游那一起聚餐，这2个大概是现在算是比较需要被特别注意的。 指挥中心上新的基因定数显示，高雄表兄弟家族自费支票个案大表兄基因定数甲高雄港是相款的，显示两者内底有关联。不过，要搁详细来调查，找出感染源。即阵对着年后家庭互相烧的案件，拢要继续来监测。另外，上新的基因定数也显示，国内即阵确诊Omicron病毒株境外总计439例，本土246例。特别注意的是，大人甲12岁以下囡仔症状明显无同。无症状的比例。 在儿童是稍微比成人稍微低一点点，我们可以发现说，小朋友在这一波的本土的疫情 Omicron 为主主要的这个症状表现呢是以发烧表现居多其次是咳嗽。正拄到高中以下国际学校开学，指挥中心提醒家长会使多多注意囡仔的身体状况。另外，对着民众反映，松山机场入境采检站真细，而且无消毒。指挥中心特别澄清，采检区在机场管制区内底独立的空间，设置进前经过专家确认，所在配置通风状况良好，每一位旅客采检了后，拢会马上来消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雄昨增加13例，有一个是5姊妹过年聚会小妹。 一个家族到达已经有8个人确诊啊，监检员要搁咧调查。另外，互人搁较烦恼的是一间沙石场，因为有员工确诊，即马病毒嘛拖入公司，相关的病例有12例。不过，这桩关注案有可能找到源头啊，可能是其中一个个案为中国转来检疫的时阵，伫防疫旅馆去画着，等去处理才发病脱开。不过，详细情形要爱等待调查。 确诊者去过所在详细清消，要消毒有12个所在，其中有高雄一家山石场，因为伫内底工作头家一家4个人，姊夫甲员工也有员工的亲人，人数总共有12人，拢检验。弟弟是一位居家检疫的对象，他的病毒株跟高雄港的群聚感染是一致。
发现沙石场群主是因为市府宿管进前发病。1938控内，伊甲2名表小弟啊耍手游较紧，查某朋友也发病，深入对查所发现感染源疑似是做朋友的小弟。1953控内，农历过年进前为店铺转来，带高雄一间防疫旅馆拒检，本身无症状，期满了后转去传予姐姐还有妈妈，因为妈妈甲姐姐拢伫同一个沙石场工作，沙石场头家甲太太还有读台南私立女高中，捌参加过营队查某囝甲伊小弟拢染疫。沙石场头家阿姊姊夫甲另外一名员工甲员工亲人也确诊。在1953年居家检疫期间，隔壁房间的这个居家隔离对象，有一些有发病，那或许有一些接触这样的时空的交叠，那这个风险到了1953年身上。为中国等台湾查甫囡仔基因定序结果，甲高雄港群主案共款，加上查某囡仔住的防疫旅馆，隔壁有一名高雄港群主隔离者发病，和市府推测是一个旅馆感染，也强调甲进前一波防疫旅馆群主感染无关系。不过，沙石场群主案当中确诊的女高中生，初7到初9拢坐代替区间车为台南登去高雄，市府也伫公山顶地设采检站，让民众去采检。蛮恐怖的，因为冈山地区小小的，所以其实这样子是蛮危险的。现在来车站的话，就是回家第一件事情，也就是马上洗手。扣除沙石场12人群主，还有一个是跨县市假面自会延伸案，住伫高雄5妹，虽然行踪也伫公山，不过市府强调两边无熟悉，也无亲属关系，感染源都有来，市府也咧找答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继续关心高雄沙石场的相关病例，有一个高中生伫台南读册，这个学生2月初7到初9伫学校营队做工作人员，当确诊了后，学校也连面宣布停课消毒。若是参加活动囡仔，大部分是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的国小学生，也未做过疫苗。各地头的政府也赶紧靠145个人体检。清消人员伫学校内喷消毒水，台南这间私校伫过年了后举办冬令营，其中一名担任队伍的高中生确诊，学校紧急宣布停课1天。他是在台南就学没有错，但是他是被他高雄的家人所传染 ，CT 值只有16，相当传染性相当高 ，CT 值相当低。那么我们紧急在第一时间就匡列跟整个冬令营的，包括所有的队服老师。还有这个高中的教职员，还有这个参加的学员。这名高中女学生1952年初3出现后疼的症状，也毋过无就医。初7到初9伫冬令营担任工作人员，逐工早起由家长送到学校，下昼为台南坐代替区间车，登去高雄公山。因为家长和高雄集场同事未着确诊，女高中生也伫初10确诊。台南市府知影了后，除了学校有封城停课1天，也紧急鼓励所有参加冬令营的队伍、学生、家长145人。好，所以说国小基本上小朋友都还没有打疫苗，所以是属于12岁以下的，那相对的危险性相当高。好，我们目前为止都把它这个居家隔离起来。初步这些总共145位，134加11 145位，初筛都是阴性。同时，台南一间社教机构 YMCA 也紧急停课2天清消，因为学员甲苗栗确诊者卡了相谈。我们有一位学员在过年期间跟一位确诊者在苗栗有足迹的重叠。那民生路上 YMCA 的协进会馆，我们也立即停止上班课，也预定做2天的清消。开学日出现学生确诊个案，也跨过台南甲高雄，而且参加冬令营的学员，也拢是来自高雄、台南甲屏东的国小学生为主。台南市卫生局也紧急对卡列、鼓励采检、甲病毒早消毒，毋望量早控制这波疫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新北昨前加3例，拢是隔离的时阵验出来的。其中有一个是食水凉水店店员的同事，因为伊有去过南部，即马也当咧查讲，敢会是迄时阵去挖到的。另外，真正有一位伫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的个案，病毒定序今仔日出来，确定甲进前的桃园机场群聚案有牵连。位伫新北市汐止的这间手切茶店有店员确诊，随停业清消，搁增加1名店员确诊。
初九同时确诊防控的地处隔离，快筛阳性了后，初十 PCR 阳性确诊，CT 特17。初五甲初七出现咳嗽甲发烧症状，初一到初六只有初四无上班，暗时前往餐厅食饭，其他时间拢伫店内工作，甲去过附近的便利商店。这个同事有在春节有南部的旅游史，所以他的感染源我们还是在一定要把它厘清。因为高雄阿姨确诊，新店乡妹仔初九采检阳性确诊，因的母亲封口的地处隔离，做过3期疫苗，初十 PCR 阳性确诊，1月22到2月初4去过高雄、台中、屏东甲苗栗，期间甲妹妹有接触。初五到初九伫新北的活动范围以新店为主，也捌坐新店客运849公车去过北市的金尾区农会。5姐妹里面，大姐就是我们昨天新店的那一对兄妹的母亲。在新北市的部分、匡列的部分跟裁剪的部分都已经完成。新北一家4个人群组案上早确诊的妹妹，除了为何爸母甲姐姐之外，男朋友的母亲伫厝隔离阴转阳，男朋友也伫初10采检阳性确诊，初7捌去过新庄的便利商店。新北一家4个人群组案基因定数出来，中央证实甲桃园机流群组案有关系。从桃机的清洁人员一路下来，有包括像是这个西提啊，还有前都，还有就是这个幼儿园以及雅旭等等移工，还有现在最近的日益这个序列是一致的哈。另外，嘉联益树林厂群组感染，新北市公布相关卡率为1月31到2月初7，主要活动范围伫树林区，也去过邦桥的全联、新庄的便利商店、邮局甲台湾银行。初9甲11拢总体检1869人，到目前为止累计15人确诊，确诊数无去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？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。先看联合报。今年大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党外掀开课本。大考中心昨公布评分的原则，发现学生写国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数学课本上侪。外公召集人表示，学生若会当具体描写文笔感受深刻、结构完整、表达生动、文词优美，就可能会摕高分。接落来是《中国时报》，公车业卡手无够，劳动条件也无好。台北劳动局去年检查12间业者，发现有7间违法，拢总罚372万，其中东南客运罚100万罚上济。主要违规项目是员工的休困时间无够。接落来是《自由时报》，四方安全对话11伫澳洲召开会议，7个国家针对北京伫印太地区压霸行为、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危机、气候变迁、新冠疫情、甲全球供应链等等的议题来讨论。4个国家会议结束，发声明讲要加强合作，确保印太地区未受到威胁。做伙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的局势是愈来愈紧张。美国总统拜登发出警告，要求美国的公民赶紧离开乌克兰。若德国、法国甲英国嘛想办法要调解，不过目前是拢无结果。乌克兰即阵也当咧举办12个军演来反制罗西亚。战车伫雪地演训各项目标射击，为反制俄罗斯。乌克兰军队为7月开始展开10天的军演，就此回应俄罗斯军队伫边境展开的演习活动。两国边境继续紧张，8月组织扩大东欧军队部署，美军提供上新一批的物资甲武器也运到基辅。美国总统拜登伫接受电视访问的时阵，呼吁美国公民赶紧离开乌克兰，因为双方若开战，恐惊加速世界大战，到时阵未派兵协助撤离。Я поінформував міністра РАУ про останню ситуацію на кордоні вздовж українсько-російського кордону. Про оголош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。另外，俄罗斯伫白俄罗斯境内军演，同时派6只军舰以防乌海展开海军演习。乌克兰政府表示，这已经是海上封锁。目前，俄罗斯大军已经包围乌克兰北部、东部和南部地区。К сожалению, почти 9 часов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закончились без каких-то видимых, ощутим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, выраженных в документах。中国月底伫德法的操纵之下，两国捌达成停火共识。不过，伫新一轮必定会谈中，四平想要解决顿巴斯地区的冲突，甲乌克兰边境危机。不过，俄罗斯甲乌克兰谈判代表明伫新明斯克协议的解说当中有共识，谈判无法度突破。
英国也加強透過外交談判解決兩邊嘅爭端。英國首相強生親身甲北約組織會議秘書長，溫度提供北約軍方進行強生訪問波蘭首都華沙，視察駐當地英軍。It would be an absolute disaster if it were to come to that, and if there would be serious bloodshed on Ukrainian soil. And I know that people in Russia must be thinking about this too. 英國政府下令1,000名軍人進入戰備狀態，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起人道危機，會喺第一時間提供支援。公司新聞王碧文報道。鏡頭轉來國內，立委陳玉珍的姊夫蔡其和佇金門做警察，不過說紅亞講，伊請留職停薪的假，講要照顧父母，說是插手去處理太太家族的家庭事業，甚至佫用假身份去鬥監工。今麥監察委員發布調查報告，要求警方處罰。金門縣警察局決定要甲伊送庭解法院。安那陳玉珍是回應講，一切依法辦理。刑警家也是金門立委陳玉珍的姊夫蔡其和，目前伊佇金門縣警局刑警大隊擔任隊長。後面將向監委檢舉105年5月到8月，以事情理由申請留職停薪期間，毋若出面插家後家族企業海水營造的成立合約，也兩度前往湖區監督海水營造承包的軍方工程，前後攏總停留29天，甲申請留職停薪的事由無符合。另外，蔡其和接受調查表示，以湖區島民身份登島，也毋過監委調閱軍方資料，說是以海水營造名義申請登島，所講的無實在。加上蔡其和真濟擺出面協調家族事業引起糾紛，方點名定情。雖然查袂到檢證事實，也毋過已經傷害警察機關形象。監委暨費用提出調查報告，要求金門縣警局檢討。所以其實他又說謊，然後又這個灼傷警察形象，可輕可重啦。對，那我們就看看金門警局怎麼處理嘛。但是金門警局如果輕輕放下，我想也不符合這個社會正義。金門縣警局對此表示，尊重監察委員調查結論，將本案移送庭解法院追究相關人員責任。本局尊重監察院調查結論，依法移送懲戒法院，並同時追究相關人員考監責任。監察委員如果有調查清楚，然後也認為沒有違法的情事，那就是其餘的責任就交給相關機關就依法辦理。當事人如果覺得沒有釐清的地方，當然也應該有他的這個救濟的程序來處理。陳玉珍也表示，無清楚伊的姊夫對這件代誌的看法，也毋過對於這件調查案，外界以立委姊夫的身份檢視蔡其和。陳玉珍認為，監委的調查已經確認蔡其和方指控的相關言行，甲伊立委職權的刑事無關係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屏東縣長的民進黨候選人仍算是真競爭。即陣除了曾瑞祥甲周春美宣布要選，鄭嘉彬昨也開記者會宣布參選。因三個人雖然有互相祝福，不過嘛是鬥來鬥去相吐槽。啊若拿贏，目前敢若前立委蘇清泉有意願要參選。找到老縣長周啟宏、立委郭國文這人來徛台，民進黨立委張嘉彬昨日正式宣布參選屏東縣長，並招捌做過8年屏東副縣長這經歷。張嘉彬表示，想要來做屏東縣長，有長久的中央跟地方的行政經驗，所以我已經準備好了。好，我已經準備好了，我會準備好來承擔延續潘縣長打造的屏東榮光。張嘉彬是真有信心，也毋過潘明安所支持的卻毋是伊，而是1月11宣布參選的無分區立委周春美，也真心為伊來徛台。正好做過5屆立委，而且早在去年12月2日就佇台北表示要參選的無分區立委曾水勇是非常不滿，批評手摕到行政資源的人應該愛來責責。三個人是先禮後兵，互相來放話。縣長的初選啊，我相信啊，屏東縣民是厭惡啊不公平的競爭與跟敵對陣營的暗通款曲啊。春米沒有舌燦蓮花，也沒有常在台北的媒體上政論的節目，我們在就是在基層努力的打拼。甲民進黨初選內部的炮灰兵力比較，國民黨加真冷清，即陣只有前立委蘇清泉表達參選的意願。地方有點一些其他的人啦，原則上。目前走得最勤的就是蘇清泉蘇院長。
廖婉如表示，提名是由党中央来决定，若有2个人以上表达意愿，会先协商，协商无成才初选。不过，有初选办法也未公布，恐惊爱等3月初5改选中常委了后，有计上近3月中初选办法公布，到时阵无得有其他人的表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2月2日是世界母语日。教育部专工邀请为法国来的，不过讲咱台湾本土语言讲甲有够认同的一粒米 Jeremy 做活动的大赛，来招大家同齐讲母语。教育部也暗算伫社教馆、图书馆推广本土语言的导览，要让母语愈生活化、国际化。做回来看卖。从今嘛开始讲咱的话，所以吃了。蔡文明爱继续讲哈。表面因为即马开始讲咱的话，受邀担任世界母语日活动大赛法国的台湾人吉雷米一粒米，嘛用家己举例，一个外国人会晓讲台语有心意外，环境上重要。对台北的囡仔来讲啊，可能因父母伊家己无咧讲母语啊，所以嘛是环境最重要啊。我感觉。嘛有爱有兴趣啦，因为你若是无兴趣啊，你想要学外教的语言啊，像英语啊，是日本话啊，你家己感觉，我家己母语这无水准啊，这嘛是一个我感觉这个足发生的现象啊。一粒米表示，即卖囡仔母语爱讲甲练长，除了兴趣之外，就是爱加鼓励。教育部嘛表示，即卖除了国小到高中推展本土语言课，嘛会伫2月中下旬调集10间国立社教馆甲22县市的公共图书馆，推展本土语言导览等等，对环境教育来做起。如果在这样的场域里面，都可以从导览或这个专题的这些展览啊，都有办法有机会去接触到，也就是让我们的母语可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啊，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潘文中指出，教育部推出系列活动，就是希望大家对母语来看重。一粒米嘛表示，伊无希望台湾社会50年后，敢若讲华语甲英语成为新台湾人，伊会尽家己的力量，保存各种美丽的本土语言。记者陈亚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地区16度到22度，中部地区15度到25度。南部地区16度到28度，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，外岛地区14度到20度。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。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陈怡珍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